然要解釋下啦，咁點解佢哋會攞獎咯？請以掌聲歡迎我哋長者友善安全社區小組嘅副主席廖成頭先生阿 Ben 哥同我哋嘅大使傅淑華女士為大家介紹下各個大獎攞大獎嘅背後原因，有請。午安，大家好。係南區長者友善志願嘅項目。咁喺電梯大堂座椅嘅故事呢係咩嚟㗎？喺利東村，我哋呢喺2012年嘅分享會上面報導過，利東村個升降機大堂呢增設咗座椅啦，咁方便到嗰啲長者等候。咁呢樣呢係值得嘉許嘅。咁利東村嘅業主立案法團呢，係康業服務有限公司，今年繼續努力喺商場嘅樓梯增設咗適合長者高度嘅扶手啦，喺呢一度啲位置啦，同埋呢一啲啦咁又加設咗呢啲利東村近東興樓特別多嘅長者嘅位置，就加設咗座椅啦，鼓勵到長者走出個住所同個社區同埋啲鄰居咧保持住嗰啲接觸。咁又模範榜樣大獎就頒咗個俾佢哋。咁至於石排灣村，石排灣村嘅香港房屋委員會石排灣村嘅辦事處喺呢個村入邊嘅電梯大堂同埋公共空間都增設咗好多座椅，便利長者，值得讚賞嘅。佢哋得嘅大獎就係接二連三大獎。居民嘅意見，增設咗座椅啦，社區設施嘅要求啦，不單止設升降機啦，亦都喺大堂設置座位啦，等啲居民充下電唞一下啦。呢個服務都好貼心喎。咁又喺呢度加設咗座椅嘅設施啦。咁又重整咗石台供應給俾啲居民得閒坐下。咁增設咗中心嘅社區園圃啦，等啲居民咧就可以親自嘗試下種植嘅樂趣，同埋增設咗樂得其所嘅計劃，服務俾啲長者。咁又聘請咗啲職業治療師同埋社工，專責為長者評估家居設施同埋個人服務嘅需要，因應咧同埋長者嘅身體嘅退化，提供咗家居改善。咁等啲長者可以安樂咁喺自己嗰個安樂窩度居家安老。唔單止香港房屋委員會同埋房屋協會，仲有啲外判嘅管理公司咧，都加入咗呢個長者友善嘅行列。赤柱馬坑村有5座咧鄉村和諧式嘅公屋，日常嘅管理工作咧都係由外判公司管理嘅。佢嘅管理公司就係創藝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佢哋將喺5座嘅電梯大堂增設咗一啲流動嘅座椅，讓長者休息下等下 lift。所以咧，佢哋得個大獎咧就係親和貼心大獎。嗱，唔單止係公共屋邨，其實仲有咧香港仔中心嘅私人嘅樓宇咧，都參與咗呢個長者友善嘅工作。香港仔福群同埋利群大廈嘅管理公司同埋業主立案法團咧，喺升降機大堂增設咗流動座椅，便利長者等候。增設咗一個小型嘅座椅咧，方便啲住戶咧喺低角度、低層嘅信箱嚟攞信，唔使啲長者彎低身或者踎喺樹咁危險嘅。增設流動嘅車台，便利長者，便利嗰啲買餸車出入，出邊又有，入邊都有嘅。所以咧，佢得嘅大獎就係人情味濃大獎。
有需要增設到有上蓋同埋座椅嘅候車站。咁喺2014年咧，南區區議會民政事務處咧就喺石排灣小巴站增設咗有蓋同埋座椅嘅候車處啦。咁我哋喺呢度咧都好多謝南區區議會同民政事務處嘅。咁樣所以咧就佢哋頒咗一個夢想成真大獎。衣食住行對長者都好重要，尤其是年老嘅長者咧，行咧其實咧係對長者嘅生理同埋心理都好大影響嘅，所以我哋好鼓勵啲長者咧走出住所，參與社區。香港真係一個美麗嘅漁港，係有美麗嘅海濱公園同埋行人路。近期咧，海濱公園進行咗多項嘅美化工程之後，而家咧已經係長者運動同埋消閒嘅地方。好，可惜咧呢個地方咧就被一條香港仔海傍道所阻隔，長者唔係咁容易到達。香港政府喺2012年建議由政府撥款10億喺全港嘅行人天橋隧道加建升降台同埋斜道同埋無障礙嘅設施。多謝路政署倡導通行工程小組喺2014年喺香港仔海濱公園個行人隧道增設咗升降機，咁啲長者就好容易到達。而田灣咧個升降機行人升降機咧已經做好㗎啦，咁啊應該就喺2015年就會開始俾長者使用嘅。咁我可以讓啲行動不便嘅長者跨越阻礙，享受閒暇。所以佢得嘅第獎咧就係鄰里共融大獎。咁華富村咧就由於係依山形而興建嘅，故此咧係特別多嘅樓梯啦同埋個斜路嘅。咁香港房屋委員會咧辦事處就喺華富1村嘅辦事處裏面咧就增設咗部升降機塔。咁所以咧就頒咗個人望高處大獎。咁香港房屋辦事處喺華富2村嘅辦事處裏面村內咧就增設咗部升降塔，方便啲長者出入。咁亦都頒咗個步步高升大獎。香港仔賽馬會診所。建築嗰時嘅應該就60年代，當時由香港賽馬會資助嘅。個地形咧就係挨山邊，所以依山而建，地方好狹窄嘅，主要咧以樓梯出入。所以衛生署咧已經咧喺診所嗰度加設咗一個升降機，同埋增設啲電動門，方便長者，值得讚賞嘅。佢哋得個大獎就係與時並進大獎。鴨脷洲村咧就今年做咗2樣嘢嘅。咁第一樣咧就係香港房屋委員會鴨脷洲村辦事處咧重鋪利澤樓對出嘅行人路。咁第二樣咧就係屋邨喺電梯維修嘅期間咧就安排咗爬樓梯機，等啲有需要嘅長者咧可以外出啦，同埋或者做一啲覆診嘅事啦。咁所以咧就頒咗個體貼關懷大獎啦。赤柱社區會堂，南區民政事務處喺赤柱社區會堂出邊嘅樓梯，嗰條樓梯咧就係唔平衡嘅樓梯嚟嘅。一邊窄一邊闊嘅，而家佢咧已經重鋪咗佢，將個受規格嘅樓梯同埋咧加設咗扶手，所以佢得個大獎係最佳幫手大獎。啲銀髮市場咧其實係好大嘅，咁佢嘅係商機無限嘅。咁我哋咧今年咧都有2間商界獲獎嘅，第一間咧就係大家樂。咁佢原先
咧就固定咗嗰啲座椅設計啦，咁使到咧啲輪椅咧輪椅使用者咧就好唔方便，坐唔到近張台嗰邊，咁所以就卻步啦。咁樣，但係咧，大家樂集團有限公司咧就移開咗一啲固定咗喐唔到嘅座椅喎。咁今年咧仲增加咗輪椅優先座位添。咁等輪椅嘅使用者咧可以同屋企人或者朋友一齊食飯啊，咁樣飲下茶啊，成功咁擴大咗嗰個展銷嘅社群，所以咧就得到個靈活實用大獎。多謝。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啊，咁啊佢哋喺鴨脷洲嘅分店咧推出咗快活關愛長者卡嘅行動，為長者提供呢個折扣嘅優惠，嘗試咧開拓呢個銀髮市場，咁啊值得讚賞嘅。咁佢哋得個大獎就係實實惠惠大獎，多謝。多謝。哇！估唔到南區咁多民相關嘅部門同埋機構咧，喺社區當中做咗咁多長者友善嘅設施同埋服務嘅喎。咁南區日漸成為一個長者友善嘅社區。我留意到今年特別多咗商界團體獲咗頒發好多獎項喎，顯示長者友善已經開始得到社會廣泛嘅關注，真係要俾多次掌聲咁多位。其實我有啲感觸㗎，剛才影片做咁多嘢我哋受用嘅長者居民，我淨係睇見前排第一行嘅同我哋爭取嘅重量級嘅拍手，你哋都好似唔係幾滿意咁，嚟一次拍大力啲，帶埋好咁好嘅代表多謝。唔單止在座嘅嘉賓付出咗好多嘅努力，我哋嘅長者友善大使喺今年做咗嘅嘢都唔少。而家有請長者友善安全社區小組主席張建偉先生為我哋介紹一下今年度長者友善安全社區小組嘅議題同埋工作嘅內容。有請張生。各位大家好，各位街坊、各位老友記同埋嗰啲所謂持份者，同埋我哋嘅區議會同埋各方面嘅友好嘅單位，今日嚟到支持我哋，多謝大家先。我哋本年嘅小組嘅議題咧，就我嘅理想家園，其實不約而同啊！我哋嘅理想家園咧，同今屆嘅2015年開始所實施嘅政策咧，不謀而合。因為點解都係關心理想嘅家庭嗰個要素。頭先咧，阿彭姑娘都講咗啦，就其實咧真係好好嘅呢個。但我哋希望咧，長者有一個夢想，去邊啊！長者要敢於發夢咧，其實咧就唔係我哋講嗰啲乜嘢。當我哋思考長者嘅理想家園嘅時候，發啲咩夢咧？如何喺社區安享晚年嘅生活？我哋想起長者有住嘅住房設計，嗱，大家睇睇，我哋嘅理想家居係有啲乜嘢咧？就應該有呢啲咁嘅設備。咁大家咧就希望咧就能夠按照呢個計劃，我哋希望推廣一下，所有持份者都知道呢個環境應該係好好嘅。其實我哋想起咧，長者有住嘅家居用品，你睇睇，其實啲用品咧就好需求好大嘅。就問題就係我哋咧應該有啲持份者咧能夠對呢啲用品多啲去發掘，多啲嚟俾我哋嗰啲長者一齊享受。嗱，我哋都想起電話預約嘅門診服務，係早排我哋就去到賽馬會嗰度，就你知阿曹姑娘喺度，咁就係咧我哋咧講啲意見咧，佢冚唪唥都認為
其實係好啱，但係我哋要步步嚟。我都希望能夠達成我哋嘅長者嘅要求。我哋小組咧成立咗先鋒隊咧，喺7月份嘅時候啊，四出搜集資料，前往邊度咧？係長者安居協會總部，了解平安鐘，為有需要長者致電預約門診服務，同埋參觀香港房屋委員會華貴村嘅長者屋。房協樂頤居長者一站式嘅居所大樓喺上水石仔嶺花園啊，可能係全港唯一嘅長者院舍小社區，同埋我哋參觀長者家用用品嘅專門店，以照片作記錄，於小組會議上彙報，借鏡他區嘅經驗，提出可行及有理據嘅建議，舉行分區巡查，辦資料搜集、討論及分析，設計巡迴展嘅展板。